德国发生反对右翼的示威游行，主要是另类选择党，互人亚空讲因当咧计划要赶走移民，拢总有10万人伫首都咧抗议。因为这个德国的经济是真需要国际的专业人才，所以民众就烦恼讲，若阵这个德国的局势愈来愈反对外国人，安尼毋但是影响国家的形象，产业人才也会流失去。 伫比邻议会大楼甲总理府之间行政区域客湾示威群众，有人提标语写自由平等，搁加一个有60岁以上的抗议。根据德国警方的讲法，敢若是这个所在就10万人。 组织者估算慕尼黑要10万人，科隆超过6万，法兰克福、斯图加特、纽伦堡、汉诺威有一定规模的反右翼街头运动。过去几年，这种同款的示威毋是无，不过这摆全国大小城镇，敢若是19假至13天，都差不多100多次有抗议声音。Habe hier gelernt, habe hier studiert, habe in anderen Ländern studiert. 德国调查媒体 Creative 查查报道，另类选择党已经伫个极端主义分子的会议当中，就赶走移民甲无被感化公民的代志进行讨论。另类选择党是表示，伫这组织或者是债务顶悬，甲即摆会议无关系，并对讨论内容负责参加会议成员完全是个人身份参加。Die AfD und ähnliche Kräfte in dem Land die sind sehr laut. Nicht normal ist, Rassist zu sein. Das ist nicht normal ist, Mitmenschen. 这示威者互囡仔坐伫警察头背后的标语写抵抗的状态。过去一年，德国选民对另类选择党一直欠悬的支持率感觉焦虑，才引起即摆街头示威。德国经济高度靠世界各国专业人才、国际贸易加对世界开放的心态。不过，这几年结构败坏势力状态，互德国业界烦恼行走外国员工，重创德国开放的形象。德国制造业主要优势团体德国工业联盟总裁卢斯沃都支持。 即摆游行示威，向这排外政党表态。民调显示，另类选择党目前73%支持率是全国第一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